各位觀眾，我今日想同你講一件好細、好普通，但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忽略咗嘅事。人辛苦大半生，最怕唔係冇賺過錢，最怕係錢入到屋企，好似水咁靜靜流走。年輕時以為只要肯捱、肯做、肯慳，晚年就一定安穩。到咗50、60歲、60、70歲先發覺，原來錢留唔留得住，唔單止睇你戶口有幾多，亦睇你過家有冇一種安定嘅氣，睇你平時有冇惜福，睇你有冇將一啲細微嘅破財習慣日日放喺自己身邊。好多老人家心裏面都有一句說話，只係唔好意思講出嚟。每個月退休金一到手，未坐暖，醫藥費要俾，水電煤要俾，屋企壞咗嘢要整，仔女有難處又想幫，孫仔孫女開學又要封利是，朋友做人情又唔好意思缺席。明明自己已經好慳，明明一餐飯都唔敢亂使，點解錢仍然好似唔肯留低？有時唔係你命薄，亦唔係你冇財運，而係屋企有啲地方早就成為咗財氣嘅漏口，只係你日日見到，反而冇留意。今日我想同各位觀眾講嘅就係雪櫃。你可能會覺得雪櫃咪就係放位、放套、放凍飲嘅地方，有乜好講？但各位觀眾，對一個家庭嚟講，雪櫃唔只係電器，雪櫃裏面放住食物，食物養命，命穩，財先穩。人到晚年，最實在嘅福唔係口講大富大貴，而係打開雪櫃，見到有一把新鮮青菜，有幾隻蛋，有一碗家人留低嘅湯，有今日可以安心食嘅飯。呢種安穩就係食祿，就係福報，就係現代家庭裏面最貼地嘅財福之父。但偏偏好多屋企將呢個財福之父搞到好沉重。雪櫃上面放住微波爐、電水煲、舊藥、單據、保險信、過期禮盒、花架、膠袋、雜物，一層疊一層，表面睇係慳位，實際上係將火氣、病氣、仇氣、舊氣全部壓喺雪櫃上面。財富被壓住，心亦被壓住。人一入廚房，未煮飯已經覺得煩，未開雪櫃已經覺得重。咁樣嘅屋企又點會容易守得住晚年財福呢？我今日講呢一集唔係叫各位觀眾迷信，亦唔係話放一樣嘢上雪櫃，明日就一定有橫財。我哋唔講呢種誇張說話。今日我想借岑日飛人生智慧嘅角度，同各位觀眾慢慢講，真正嘅財福唔係求返嚟就算，係一日一日守返嚟。你屋企嘅雪櫃乾淨，代表你願意照顧自己；食物新鮮，代表你仲珍惜日子。雪櫃上面唔再亂放壓力，代表你開始唔俾焦慮坐喺自己個家上面。如果各位觀眾聽到呢度，覺得自己屋企雪櫃上面可能真係有啲唔應該放嘅嘢，請先幫我點一個讚，亦可以喺留言區寫低一句，我想守住晚年財福。呢句說話唔係為咗形式，而係提醒自己從今日開始唔好再俾辛苦錢白白流走。身邊如果有兄弟姊妹、老朋友成日覺得錢留唔住，亦可以分享俾佢聽。呢個頻道會繼續用最溫和、最貼地、最清醒嘅方式陪各位觀眾守住晚年嘅財福同心安。以前嘅老人家好識睇一個家有冇福，佢哋唔一定會講大道理，但會望三樣嘢：一望米缸，二望水缸，三望灶頭。米缸有米，代表屋企有食祿；水缸有水，代表生活有源頭；灶頭有火，代表家仲有人氣。今日香港好多家庭住得細，廚房亦細，米缸可能已經唔係以前嗰種大米缸，灶頭亦未必日日開火，但雪櫃就成為咗現代人最重要嘅食祿之父。一個老人家打開雪櫃，見到裏面有菜、有蛋、有少少肉魚，有啲湯水，有啲整齊擺好嘅食物，心自然會安定。就算生活唔富貴，
起碼知道今晚有飯食，明日有早餐，身體有照顧，日子有着落。反過來，如果雪櫃入面過分空蕩，得幾支水，幾包唔知放咗幾耐嘅醬料，老人家心裏面會有一種講唔出嘅冷，唔係冷在溫度，而係冷在孤單，冷在覺得自己晚年好似冇人理，連一餐飯都冇安排。又有另一種家庭，雪櫃唔係空，而係滿到可怕。好多老人家好慳，子女買咗食物返嚟唔捨得食，朋友送咗餅、醬、凍肉唔捨得掉，過年過節剩低嘅東西一包一包塞入冰格，到最後雪櫃表面好似好滿，但真正有生氣嘅食物唔多，剩低嘅係過期、變味、唔記得幾時買嘅舊物。呢種滿唔係腹滿，係心滿住恐懼，驚將來冇得食，所以乜都唔敢放，驚浪費，所以連壞咗嘅嘢都唔捨得掉。各位觀眾，慳係美德，但慳到連壞嘢都唔捨得掉，就唔係惜福，係困住自己。我識一位住喺深水埗嘅陳太，佢同老伴住喺一個好細嘅單位。陳太一生慳到出名，膠袋折好留起，餅盒留起，藥樽留起，醫院單據留起，連好多年前親戚送嘅禮盒都唔捨得掉。最嚴重嘅係全部放上雪櫃頂，佢成日話唔好掉，將來可能用得着。可是越唔捨得掉，間屋越窄，個人越煩。佢每次入廚房，一抬頭就見到一堆舊藥，一堆單，一堆灰塵，心口就好似被人壓住。後來佢個女返嚟幫佢整理，冇一下子逼佢掉晒，而係一樣一樣問：呢件仲用唔用？呢張單處理咗未？呢盒藥過期未？有紀念價值嘅拍張相留念，真正冇用嘅就講句多謝，然後放低。雪櫃頂空反出嚟嗰日，陳太同我講，奇怪好，屋企好似冇咁焗，夜晚瞓覺都冇咁心慌。呢個就係風水最貼地嘅地方，唔係神奇，係屋企清楚咗，心就清楚咗。各位觀眾，真正識守財嘅人，唔係乜都唔捨得掉，而係知道乜嘢應該留，乜嘢應該放下。屋企嘅雪櫃乾淨，心就容易安，心安財氣先有地方停低。若果你屋企雪櫃頂長年壓住雜物，就好似一個人頭頂日日頂住一袋石頭，你話佢點會輕鬆？你話國家點會有氣走動？第一種最唔應該放上雪櫃嘅，就係會發熱、會震動、會增加火氣嘅電器。好多人因為香港廚房細，為咗慳位，就將微波爐、焗爐、電水煲、小型電飯煲放喺雪櫃上面，表面睇好方便，但各位觀眾，你要知道，雪櫃本身係用嚟保持冷、保持穩、保持收藏。微波爐、焗爐、電水煲就係熱、凍、散，上面日日熱，下面日日冷，一個上手，一個上散，一個上床，一個上燒。呢種相沖唔單止係風水上講唔舒服，現實上亦好容易破財。雪櫃要散熱，電器亦要散熱，你將幾樣電器疊喺一齊，熱氣難走，機身容易老化，電費容易高，壞咗又要整，整唔到又要換。人到晚年最怕就係呢啲小錢不停留，今日整雪櫃，聽日換微波爐，後日又話電費加咗，你以為係運氣差，其實好多時係生活習慣造成。觀塘有位周叔，退休之後同太太兩個人住，佢哋廚房細，周叔為咗方便，就將微波爐放喺雪櫃頂，每次懟面熱氣向下焗，雪櫃頂長期暖暖地，旁邊仲放住電水煲。有一排雪櫃成日發出怪聲，電費又高，雪櫃入面啲菜好快冇精神，兩公婆仲成日為咗廚房亂而拗撬。後來有人提佢先將微波爐搬去一個獨立架，電水煲亦移開。過咗一段時間，雪櫃冇再咁嘈，
廚房清爽咗，兩公婆都少咗火氣。你睇呢啲唔係緣，係生活入面嘅道理。晚年守財，第一件事唔係貪快，而係唔好為咗一時方便，日日燒住自己屋企嘅財富。第二種唔應該放喺雪櫃上面嘅就係藥、病歷、醫院單據、保險信、欠款通知、爭拗文件，所有你一睇見就心口重嘅嘢。好多老人家怕唔記得，所以將藥放喺當眼地方，將醫院紙、覆診紙、收據放喺雪櫃頂。佢哋心裏面諗，我放喺度先唔會唔記得。可係日子一長，每一次行入廚房，每一次打開雪櫃，你都會被提醒，我老咗，我病咗，我要使錢，我仲有一堆煩惱未處理。你以為自己只係放張紙，其實係將仇氣放咗喺食禄之庫上面。佛學講心境相依，外面嘅境會牽動入面嘅心，入面嘅心又會引你做下一個決定。如果你日日見住一堆藥、一堆單、一堆未處理嘅錢銀壓力，個心自然會慌。心一慌，財務決定就容易亂。可能有人一推銷保健品你就買，有人叫你投資你又信，子女一開口借錢，你明明唔夠都即刻攞出嚟，見到減價又亂買，因為心裏面覺得唔買就蝕。各位觀眾，真正破財好多時唔係因為大事，而係因為個心長期被恐懼推住走。元朗有位李姨，佢雪櫃頂長年放住幾大包藥，旁邊係覆診紙、保險文件、醫院收據。佢話放喺度方便，唔怕爬唔到，但佢自己都承認，每次煮飯一抬頭就覺得自己好老、好病、好冇安全感。後來佢個仔幫佢買咗幾個文件夾，將醫療文件分好類，藥就放入一個清楚標籤嘅藥盒，正在食嘅先放當眼處，過期嘅就拎去處理。雪櫃頂清空之後，李姨話入廚房冇再咁驚，病當然仲要睇，藥當然仲要食，但唔需要日日將病氣、仇氣、欠債氣放喺雪櫃上面。人要面對問題，但唔需要俾問題壓住自己個家。第三種唔應該放喺雪櫃上面嘅就係花架、舊裝飾、過期禮盒、冇用但唔捨得掉嘅回憶。好多老人家好重情，朋友送過嘅花架，即使已經褪色、黐滿油煙，仍然話唔好掉。新年剩低嘅餅盒，覺得靚，留起親戚送過嘅小擺設，雖然冇再睇過，都繼續放喺高處。佢哋以為呢啲係情分，其實有啲嘢過咗時間，角色已經完成，再硬留落去就會變成舊戲。人生都係咁，有啲人、有啲事、有啲禮物曾經帶俾我哋溫暖，咁我哋感謝就夠，唔係所有舊嘢都要一世留住，留得太多，屋企冇空位，執念太多，心裏面冇新福。旺角有對老夫婦，雪櫃頂放住一盆紅色花架，放咗10幾年。當年係朋友送嘅入伙禮，開頭好靚，後來花瓣褪色，葉上面一層油煙，但兩老唔捨得掉，話係朋友心意。後來有人同佢哋講，情意唔一定靠一件塵封嘅舊物維持，於是佢哋將花架擦乾淨，拍一張相留念，心裏面講一句多謝你曾經陪過我哋，然後放低。雪櫃頂空反出嚟，廚房光咗，兩老都覺得好似放低咗一段舊時光。各位觀眾，放下唔係無情，真正放下係知道一樣嘢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，識得感謝，然後放下，屋企先有新嘅福氣入嚟。你若果日日將舊氣、塵氣、假氣放喺雪櫃上面，財福自然難以清爽。財氣唔怕屋細，最怕屋亂；福氣唔怕人老，最怕心塞。所以未講應該放乜寶物之前，我哋一定要先講一件事，清真正嘅風水
唔係越擺越多，而係越擺越清楚。清楚氣就順，氣順心就定，心定才先守得住。你若果未清走錯嘅嘢，就急住放所謂招財物，只係喺亂堆裏面再加一件嘢，唔會真正有用。各位觀眾可以今日就由雪櫃頂開始，唔使一日大掃除，唔使成間屋反轉，你只需要搬張穩陣嘅凳，或者叫屋企後生幫手，安全第一。千祈唔好勉強自己爬高，然後望清楚雪櫃頂有乜。凡係會發熱嘅，唔好再放喺上面。凡係一睇就令你心慌嘅藥、單據、文件，分門別類，放去應該放嘅位置。凡係舊到冇生氣、塵到唔想拎起嘅裝飾，問自己佢仲係祝福定已經變成負擔？可以留嘅留，可以收好嘅收好，應該放低嘅就帶住感謝放低。呢個過程其實唔只係清潔雪櫃頂，而係清理你晚年守財嘅心態，清走熱氣，代表唔再俾急躁燒住自己；清走仇氣，代表唔再俾病痛同欠款坐喺你心上；清走舊氣，代表唔再用過去塞滿今日。當雪櫃頂乾淨，個家就有一個細細嘅空位，可以安放一份新嘅心願。咁清好之後，雪櫃上面可以放乜？我建議各位觀眾可以準備一個細細嘅紅色利是封，裏面放6個乾淨嘅硬幣。喺香港可以用6個1蚊硬幣，最緊要係乾淨、完整、唔殘缺、唔污糟。利是封唔需要好貴，唔需要好誇張，乾淨、完整、紅色，有喜氣就可以。硬幣如果夠，就用乾淨布輕輕抹乾淨，放乾，然後放入利是封入面。封口折好唔好皺巴巴，唔好亂塞。你可以喺心裏面默默講一句守財惜福，亦可以喺一張小紙上寫低呢4個字放入去，但唔需要攞出嚟炫耀，唔需要成日打開睇。點解係6個硬幣？6有順、有成、有收、歸穩定嘅意思。硬幣屬金，金有收斂、有守、有定嘅象徵。紅色利是封代表喜氣、善念、祝福。放喺已經清乾淨嘅雪櫃頂，就唔係求一夜暴富，而係提醒呢個家，從今日開始要珍惜食物，珍惜辛苦錢，珍惜福報，唔再亂使，唔再亂堆，唔再亂放。放嘅位置都要講究，唔好放喺雪櫃邊緣，容易跌；唔好壓喺寵物下面，因為咁就失去提醒嘅意思。唔好同熱嘅電器擺埋一齊，最好放喺雪櫃頂較入，靠近牆邊，穩陣又乾淨嘅地方。放好之後，唔需要日日摸，唔需要日日拎出嚟掃。每次你清理雪櫃，米曳翻嚟準備一餐飯，心裏面自然會記得呢個家要守財惜福。荃灣有位何伯退休之後成日話錢唔知去晒邊，每個月一收到退休金，好快就買咗好多平價補品、折扣雜貨，未必用得着嘅東西。屋企雪櫃頂以前放滿單據同舊盒，雪櫃入面就好多過期醬料。後來佢個新抱幫佢清理雪櫃，何伯自己抹乾淨6個舊硬幣，放入一個紅利是封，擺喺雪櫃頂靠牆位置。奇蹟係咪即刻發生？冇突然中獎，冇突然發達，但何伯開始改變。佢每次想亂買補品，就諗起個利是封，問自己呢樣係真需要，定係因為驚老、驚病、驚蝕底？佢開始記低每星期買幾多錢，開始食完先再買，開始唔再被廣告嚇到亂花錢。3個月後，佢同家人講，唔係我突然有錢咗，而係我終於覺得錢冇再無端端消失。各位觀眾，呢個先係真財福。物品只係提醒，真正守得住財嘅係醒覺之後嘅人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各位觀眾一句，如果而家你望返自己屋企個雪櫃，
上面最令你唔安心嘅一樣嘢係乜？係舊約，係單據，係保險信，係一堆唔知幾時開始放喺度嘅雜物，定係一樣你一直唔捨得掉嘅回憶？你可以喺留言區講低，我會睇各位觀眾嘅故事，之後再揀最多人遇到嘅情況，同大家慢慢分享點樣整理，點樣放下，點樣守住晚年財福。不過各位觀眾，淨係清雪櫃頂仲未夠，真正嘅財福之庫根本仍然喺雪櫃裏面。若果上面放咗利是封，但入面一係空蕩蕩，一係塞滿死氣沉沉嘅舊食物，咁財富一樣唔通。雪櫃裏面最忌兩種狀態，一種係太空，一種係太滿。太空嘅雪櫃令人心冷，尤其係老人家獨居，打開雪櫃得幾支水、半包餅、一啲唔知放咗幾耐嘅醬料，嗰種感覺唔單止係冇食物，而係好似日子冇準備，晚年冇依靠。人越係孤單，越應該為自己留一點新鮮食物，唔使多，一把菜、幾隻蛋、一啲水果、一碗湯，已經係對自己嘅照顧。太滿嘅雪櫃同樣唔好，好多老人家以為塞滿就有安全感，實際上塞滿過期肉、舊油、發霉醬、忘記咗日期嘅湯水，係將舊氣困喺財富裏面。你以為你慳，其實可能將健康賠出去。為咗唔浪費幾十蚊，結果食壞肚、傷身體、睇醫生，最後破更多財。真正惜福唔係食壞嘢，唔係留過期嘢，而係買得適量，食得安心，用得其所。北角有位羅姨一個人住，仔女怕佢冇嘢食，成日買好多食物俾佢，但羅姨唔捨得食，話留住慢慢食，結果冰格塞滿凍肉，蔬菜放到黃，湯水放到唔記得日期。孫女有一日去探佢，同佢一齊清雪櫃，丟掉過期嘅，留低新鮮嘅，再陪佢去買一小把菜、幾隻蛋、一啲水果。羅姨望住整理好嘅雪櫃，突然講咗一句：少咗好多嘢，但個心反而滿咗。各位觀眾，呢句好有意思。財福唔係越塞越多，而係有生氣、有秩序、有流動。所以我建議各位觀眾，雪櫃保持7-8成滿就好，有食物、有空位、有新鮮、有流動。每星期揀一日，唔使太辛苦，慢慢睇一片。過期嘅放低，快要食嘅放前面，菜歸菜，蛋歸蛋，肉魚分開，盛琴寫清楚日期。你會發覺，當雪櫃有秩序，米位會少浪費，煮飯會少煩躁，身體會少負擔，錢亦會少啲，無謂流失。呢啲先係真正嘅生活風水。雪櫃裏面最好常有3樣帶生氣嘅東西。第一係新鮮青菜，一把青菜唔單止係食物，亦係提醒我哋屋企仲有生氣，日子仲可以慢慢向好。人到晚年唔一定要大魚大肉，反而一把菜、一碗清湯先係最養命嘅福。屋企有菜，代表你仲願意為今日嘅身體負責。第二係幾隻乾淨嘅蛋，蛋圓圓滿滿，有基礎、有生機、有延續嘅意思。對老人家嚟講，蛋亦係最實在嘅食物，易煮易配，唔張揚，卻能保一份安定。各位觀眾，福氣有時唔係高級食材，而係雪櫃入面有幾隻蛋，有一把菜，心裏面知道今晚有飯食，呢種安定就係福。第三係一份帶住人情味嘅食物，可能係子女拎返嚟嘅一碗湯，可能係你留俾老伴嘅一盒粥，可能係洗好切好嘅水果，等另一個人返屋企可以即刻食。雪櫃最珍貴嘅唔係放滿貴價食材，而係有一樣嘢係屋企人為你留低嘅心意。人情暖，財福先唔會冷；屋企有溫度，錢先唔會變成冷冰冰嘅數字。講到財，不得不講另一個更深嘅道理。好多老人家聽到財運就以為係多一筆錢，多一次橫財，多一個機會。但晚年真正嘅財運往往唔係忽然賺好多，而係你終於
唔再破財，唔再因為恐懼亂買保健品，唔再因為面子借錢俾人，借到自己瞓唔着，唔再因為減價買一堆用唔着嘅東西，唔再因為唔捨得掉舊物，搞到屋企宅心宅病氣重，唔再因為唔整理單據，俾自己長期活喺不安裏面。屯門有位劉太好疼個仔，個仔一話唔夠錢，佢就即刻攞退休金幫完之後，自己又驚又唔敢同人講。佢雪櫃頂以前放滿銀行信、保險單、舊藥，雪櫃裏面又塞滿捨不得食嘅舊食物。後來佢開始清理雪櫃，先清物後清心。佢發覺自己唔只要整理屋企，仲要整理同仔女之間嘅分寸。佢仍然愛個仔，但開始講清楚邊啲可以幫，邊啲唔可以再幫。佢話得好好，我唔係唔愛佢，我係要留返命同錢，過埋自己嘅晚年。各位觀眾，呢個就係守財嘅深層智慧。晚年守財唔係自私，係清醒，清醒咁愛子女，清醒咁幫人，清醒咁保住自己最後嘅安穩。易經講變，亦講時，人要識得順時，識得知止。年輕時可以拼，可以衝，可以試錯，到咗晚年就要懂得守。守唔係縮埋一角，守係知道咩值得，咩唔值得，咩要留，咩要放，幾時應該幫，幾時應該停。雪櫃只係一個入口，俾我哋望見自己生活嘅習慣。你點樣對待食物，就反映你點樣對待福氣；你點樣對待雜物，就反映你點樣對待過去；你點樣對待錢，就反映你心裏面有冇安定。佛學講福報唔係靠貪求，係靠善念同善行慢慢積。唔浪費食物係積福，唔糟蹋身體係積福，唔亂使辛苦錢係積福，唔將怨氣帶入屋企係積福，同老伴講少一句重話係積福，對子女有愛亦有界線係積福。見到過期嘢肯放低，見到舊怨肯慢慢放下，呢啲全部都係積福。你放喺雪櫃頂嘅紅利是封，真正提醒嘅唔係叫你貪財，而係叫你守心，心定財先定，心亂財來亦散。各位觀眾，人到晚年，其實唔需要日日追求驚天動地嘅財富，最可貴嘅係有一份穩，夠食夠用，身體少病，屋企少爭吵，子女少啲令你操心，自己有少少錢傍身，夜晚瞓得着，朝早起身心唔慌。呢一份穩就係晚年真正嘅大福。今日我同各位觀眾講雪櫃，表面係講風水，其實係講一種生活態度。雪櫃乾淨代表我哋願意照顧自己，食物新鮮代表我哋仲珍惜日子。雪櫃頂唔再壓住熱氣、病氣、愁氣、舊氣，代表我哋唔再俾生活嘅壓力坐喺自己頭上。紅色利是封入面6個硬幣，代表我哋提醒自己財要守，福要息，心要定。由今日開始，唔需要急，唔需要怕，你可以先行去雪櫃前面靜靜望一望，上面有冇唔應該放嘅熱電器，有冇舊藥、單據、病歷、欠款信，有冇花架、舊盒、膠袋、灰塵，同一段唔捨得放低嘅回憶。慢慢清，慢慢分，慢慢放下，清出一個乾淨位置，準備一個細細嘅紅利是封，放入6個乾淨硬幣，穩穩陣陣放喺雪櫃頂靠內嘅位置。呢個動作唔係求奇蹟，而係同自己講，我願意重新整理生活，我願意守住晚年嘅財福，我願意唔再俾辛苦錢白白流走。之後再打開雪櫃，睇下入面有冇生氣，過期嘅放低，壞咗嘅放低，唔好為咗一點點可惜傷害自己嘅身體。留一把青菜，留幾隻蛋，留一份有心意嘅食物，留一個7、8成滿有秩序有空位嘅財福之庫。你會慢慢發現，當屋企清楚，自己都會清楚。
當自己清楚，錢就唔會再亂走。當錢唔亂走，心就有安穩。當心安穩，福氣自然一日一日守得住。各位觀眾，辛苦大半生，最重要唔係同人比有幾多，而係問自己，剩低嘅日子，我有冇好好照顧自己？我有冇守住應該守嘅錢？我有冇放下應該放下嘅舊物同舊怨？我有冇俾自己一個乾淨、安定、有飯香、有暖氣嘅家？如果你屋企雪櫃上面正放住一樣令你唔安心嘅嘢，請喺留言區講，低係藥，係單據，係舊物，係花架，定係一段唔捨得放低嘅回憶。我會認真睇各位觀眾嘅留言，之後再揀最多人關心嘅問題，拍一條片同大家慢慢講。若果今日呢段內容對你有提醒，請幫我點一個讚，分享俾身邊需要守財惜福嘅朋友，亦請訂閱呢個頻道，等我可以繼續陪各位觀眾用溫和、清醒、貼地嘅方式，一齊守住晚年嘅財福，守住家中嘅福氣，守住人生最後最難得嘅心安。